我们是网上通过人家直播来的，重点介绍了这个地方啊。是的，没有说明要收费。这里是要点啥才能进来？我这个直播我还有录屏的，他也看见了，所以说你可以跟你们经理去汇报一下，对吧？否则的话我们就冤了。哦，我499付了。对啊，对，对吧？对，我们就坐在这里。你不帮我手来打，我这站，你多懂，你太懂。你这些客人哪叫付啊？只不过辰光你讲我的再门子，你带这里，还有啥和其他3批了？我都讲没在，带这面地产，你当我讲哦，地方为吹包包，那么我来个屁啊！那么你在当这个对啊。现在一报到外面，就是我们消费就不好意思。那就是这个人，就是他。那么直播的时候，他跟我们讲，这个里面是不要消费，不要什么钱的。他上次啊，那么你问一下，这是我也搞不懂的这个啥情况。不好意思，因为确实不上心了，因为不相信。我就今朝来一家问，我发来我根本非有这个事情，我就吩咐来着，人家说啊，那么人家下来为相信我们了，你骗子啊，骗子4899单到还付1包包，事体得弄清爽，不得，快空调开，空调啥开空调的，哦，我真的没意思。他送过一个地方落得出水，你缺在一个地方你很记得落得，那么他听嘛他那些人家带落得去，你讲一当多手头清爽，侬你轰出去我一想也不得一个事体，原则性的事情不能推的。实在抱歉啊，我不清楚这个情况，也没人跟我们对接过。给你泡的是那个我们这边的红茶，还有一壶茶豆我给你拿过来。啊，好，干杯！来，姐妹啊，金山带着啊，现在我放在上去3箱，还上了一个事业理得不得了，据说还是大老板来的问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懂，心诚则灵。你看看一撮子的人，9吃18碗，坐上去说啥？高昂贵态，一天200年历史的金山是受了谁的？本来一个地方是一头扑灭，因为出自一位年业书记的伟人，一举成名。啥人家？爱得来，晓得的。来里口就不认得，来里口就不认得，这个人不认得。搿当啊对，啥人不来吃饭个？不能再搞的，再搞吃人家做得起的。一个地方阿红哎，整整多出65个亿。青山绿水谁是金山银山？江山谁是人民？人民谁是江山？搿点闲话啥人讲得讲？